合一来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你在教会中作王掌权，来往行走，除去我们一切的疲乏和软弱，赐给我们刚强和得胜，除去我们一切的失望和灰心，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安和忧愁，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除去我们一切的荒凉和贫瘠，赐给我们丰盛和富足。我们亲爱的主，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合乎你的喜悦。也恳求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满满，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请大家翻到新灵粮诗选第15首，荣耀主圣名。会众请站立。那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99篇1至9节。由我来起，会众来应。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耶和华在西安为大，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在营柱中对他们说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你应允他们。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本为圣。公祷，请大家翻到周报第3页。让我们同心合一来祷告。让我们为非洲国家乌干达祷告，让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让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教区教会祷告。红甲卫理堂汤祖和牧师为教会能够有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有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的人，也是给能够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台湾所有的儿童们、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我们也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福给他们，心中有平安，工作顺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出处有2处，在出埃及记及哥林多后书。我们由品纯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平安。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4章29至35节。出埃及记34章29至35节，29节起。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了帕子。这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12节至4章2节，12节起。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以上是神的话。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22至23节，新约第7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是今天的正道经课。诗班献诗，天父必看顾你。
天的正道，我们请生命光艺术团队林德昌牧师及团队来为我们分享。蔡牧师，给我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是生命光艺术团的一群视障的朋友。那我是我的名字叫惠美。那我本身是花莲原住民的布农族。那第一首我要为大家唱一首黄美莲博士所写的歌。那虽然我们是一群视障的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唱出我们得胜的凯歌，活出我们生命的色彩。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献这首诗歌，叫做《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用双手扶持我，给我信心。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
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我真爱你，啦啦啦啦啦，我爱你，啦啦，我爱你爱你，啦啦，我真爱你。哈利路亚！虽然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器皿，但是主还是爱我们，因为他的爱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享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称叫做《神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喂，哦。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的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
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林佩珍姐妹。蔡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林佩珍，那我手上的乐器叫做竖笛。那我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主啊，带我飞》，谢谢。
我是林佩珍，那我现在呢还在读书，目前是宏观科技大学的老福系3年级，就是长照的科系。那我的家庭，我有6个弟弟妹妹。那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国中的时候相继过世。那我是怎么认识耶稣呢？就是在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我的竖笛启蒙老师他开始教我竖笛。那他一开始就问说，有没有人想学竖笛呀？然后我就想说，那竖笛跟竖琴只有差一个字啊，可能应该蛮好玩的。然后我就想说，跟老师说我要试试看。然后之后就开始学竖笛。那我记得上竖笛课的第1堂课，上帝透过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当下那个爱的种子在我的里面开始发芽。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爸爸妈妈的那个拥抱是什么感觉。所以其实老师，上帝的手透过老师来拥抱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崩溃的。那后来认识耶稣之后，我就开始从生活当中去经历，从每天的灵修，从每天跟上帝的祷告去经历。那上帝就带领我从生活的事件，例如说，我在受洗以后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就是2018年的那个2月份，我的眼睛突然间因为一个意外，然后就视网膜剥离。那这个视网膜剥离对我来说影响是蛮大的，因为就是以前我还看得到光跟比较大的物体，那个视网膜剥离之后呢，就是一瞬间呢，我就完全看不到，然后伴随而来的就是24小时，眼睛跟头部剧烈的疼痛。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打击很大，因为不只看不到，你24小时都在痛，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所以那时候我能做的事情，我连我最喜欢的竖笛都不能吹，因为医生就说你眼压太高，先不要吹竖笛。然后我就只能唱诗歌、弹琴，就是亲近上帝。然后呢，上帝就带我找到了一个医生，然后知道说这个视网膜剥离是需要开刀的。那手术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打2支麻醉，我是在眼球打5支麻醉才止痛。那在这个止痛的之前，就像你的头脑要被那个拆除大队拆掉一样，就是整个头，就是觉得这个头等一下好像会不见一样，就很可怕。那在我最低谷的时候，上帝就透过刚刚那首歌《主啊带我飞》，那带我去敬拜，然后也透过哥林多前书2章9节跟我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当时候我有点怀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对我这样讲，因为当时我的困境让我几乎是快被击垮，但是我还是抓着这一句话，跟这个诗歌一直敬拜，然后去走过那个困难的那个期间。那手术之后眼睛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上帝带我去经历它，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话，在我不敢自己出去搭公车的时候，在我不敢走出去的每一步，上帝都说我的手在你的前面引导你，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一直都在你的旁边。那另外就是在我妈妈过世的那个告别式当中，其实有一个人，就是葬仪社的人员跟我说，他说可以让我摸到妈妈的手。那这句话其实让我这样子痛了8年，心很痛8年。因为对我们视障者而言，家人过世其实很难过就算了，有人跟你说这样子的话，可是最后没有做到，你就会觉得很遗憾。那我一直放在心里，到去年暑假，然后上帝就透过天父的手这首诗歌，再次带我进到一个敬拜的里面。他就跟我说，孩子，当时候你没有跟着你妈妈出去，她离开你，这不是你的错，你的难过、你的痛我都知道，
我的手可以来医治你，我钉痕的双手可以来抚平这一切的伤痛。然后上帝就带我做了饶恕那个葬仪社人员的祷告。虽然当下我有一段时间不太明白，但是透过这首诗歌，上帝就说我的手可以做一切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事情。上帝就提醒我把这一件事情交给他。后来呢，我就选择上帝这样讲，他最大，所以交给他，他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情。自从这个决定做完之后呢，我对于这件事情就不再感到心痛，因为上帝的手医治了我的心。那接下来第二首，我就要为大家带来《天父的手》这首诗歌。愿上帝的爱大大的触摸你们的心。
时间交给钟芳成姐妹。感谢神的恩典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中间有一点 trouble，我们要把握时间，我们钢琴独奏就下一次再来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什么困住啊；心里作难，却不致什么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什么丢弃；打了，却不致什么死亡。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哪里？瓦器里，要显明的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人。如果是出于人，我们这一群也忙。以前是心忙的人，如何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不晓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多余的。我们只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被歧视的、被排斥的，甚至是成为家庭、社会、国家的累赘。我们曾经好几次都想要自杀，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的无能就是神的全能，使我们能够在他的光中得到生命的光，以致我们知道短暂的人生如何创造有这个无限的价值，让主的真光引导我们前方的路。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在世上虽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是的，对于一群盲人来讲，心中有平安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心中有恐惧，我们根本足不出户，一步也不敢出门。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自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不仅在台湾给他套四处来唱出得胜的凯歌。过去还没有疫情之前，我们大概一年也有1-2个月在国外宣教。感谢神的恩典，虽然上帝没有医治我们肉体的眼睛，但是却医治了我们心里的眼睛。在我还没有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来唱一首歌，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的力量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们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啊？到天地的耶和华来。好，来听这首歌《向山举目》。沙的门的门，嘿哟咿哟音，嘿哟咿哟音，哎呀哦嗨呀！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嘿嘿咿呀吼嗨呀，咿呀吼嗨呀，咿呀吼嗨哟因嗨呀，咿呀哦吼嗨呀，咿呀哦吼嗨哟因嗨呀，咿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咿哟嘿嘿嘿嘿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哟因嗨呀。玛尼玛尼的耶稣萨玛，玛尼玛尼的耶稣萨玛，达杜干拉沙的门的门，达杜干拉沙的门的门。嘿哟咿哟音，嘿哟咿哟音，嘿呀哦嗨呀！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做让灯点亮，从3个角度来思考：第一，灯为什么不亮；第二，灯怎么样才亮；第三，灯照哪里最亮。刚才我主要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了，从这2节经文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人有2种眼睛，一个眼睛是肉体的眼睛，肉体的眼睛要看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1章20节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的，肉体的眼睛要看着上帝所创造的奇妙的宇宙，这美丽的世界，这个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上帝都爱你，因为人原本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将义给好，这个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是的，只要你是人，虽然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阳光、小雨，还有什么空气，都免费给我们。那另外一个眼睛是什么眼睛呢？叫做心灵的眼睛。那心灵的眼睛要看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7节到19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怎么样，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怎么样，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们，这个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叫做 saving grace。我们必须要有特殊的启示，我们必须要领受救赎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道的人，将来才能够有机会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永生的居所。第一，那这个灯为什么不亮呢？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根本不爱神，因为我根本不相信神。那我们爱什么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你里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不是从世界，都不是从天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要遵守我天父旨意的，才是怎么样永远的。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为什么我们生命的灯亮不起来？因为我们追求短暂人生绚烂的五子登科。华人追求五子登科，要有最好的帽子，要有最大的椅子，要有最多的银子在银行，要有房子才能够安居乐业、安身立命，才能够安享天年。但是不晓得将来你能不能够安息主怀。是的，我们追求了人生。摩西告诉我们说，70岁强壮可达80岁，但其中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如飞而去。劳苦累积了我们世上的各样的荣华富贵，愁烦巴不得能够让我们拥有这世上的五子，其实最后一个子就是和子，让我们这个半小时、1个小时烧完的这个骨头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为什么生命没有办法亮起来？因为我们追求是短暂的，但是短暂能够让我们用你世上的权利能够进到永生吗？世上的这个学历、财力、名利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吗？不可能，很难。只有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我们要相信，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第二，灯怎么样才亮呢？唯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呢？
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呢？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基督是光的本体，耶稣基督是光的这个源头。所以我们这一群看不见的人，虽然肉体的眼睛怎么开刀、怎么吃药，都是一样看不见，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的光，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过去茫然的路是死路，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痛苦、绝望、无助。有的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有的人是发生意外看不见的。谁能告诉我们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活追逐的目标是什么？不知道 ，I don't know。我是12岁的时候，因为发高烧，烧坏了视神经，又加上开刀手术失败。12岁到21岁这个8、9年的里面，人生是非常的痛苦绝望。虽然我的父母亲爱我，但是人的爱是有限的。虽然他们愿意说，如果可以透过角膜移植的方式，妈妈的右眼、爸爸的左眼要移植给我，但是医生跟他讲说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代志，因为我的眼睛不是出在角膜，是出在视神经萎缩。谁能告诉我，一个看不见的人到底活在这个人世间要做什么？感谢神，在我21岁那年，我认识了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刘霞女士。她说：“我有主的爱，能够爱你。我有主的爱，才是永远的24小时 7-11。”在我21岁那一年，又认识了一位牧师。这个牧师有一天，我参加一个主日崇拜，牧师讲到的主题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他说：“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他，没有人到父上帝那里去。”我那个时候是从事按摩，30几年前，盲人在台湾只能够做2个工作，一个就是算命，一个就是按摩。我没有选择算命，因为自己的命都算不好，只好做 professional massage 上，做了1、2年。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年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花天酒地，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慢性自杀。当一个罪成为一个 powerful， 把你捆绑，把你捆锁，如同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弟兄姐妹，感谢神。人的尽头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听到这个牧师讲到，神是通往耶稣，是人类唯一通往天堂的那条路。Only way to the Father is through me。透过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充满怨恨的，怨天尤人。但是耶稣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神，弟兄姐妹。我21岁那一年信耶稣，我21岁那一年也要立志像这个牧师一样。后来这个牧师是，那个姐妹问我说：“你知道这个牧师是什么牧师啊？”我说：“牧师就是教会的这个神的仆人。”他说：“没有错，但是这个牧师与众不同。”他说：“这个牧师是盲人。”弟兄姐妹们，30几年前有盲人做牧师，那是很少见的。但是感谢神，让我看见，让我听见了。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这个盲人可以做牧师，我也要。”哈利路亚！十字架的大能引导我。21岁信耶稣，24岁读神学，27岁做传道，40岁做牧师。现在几岁呢？今年58岁。
我的人生本来是寸步难行，因为信了耶稣，我将近到过30几个国家。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人不能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唯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啊？释迦牟尼不可以吗？穆罕默德不可以吗？孔子、老子、孟子、庄子不可以吗？不可以啊！关公、妈祖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是罪人生的伟人，了不起是罪人生的这个教育家、道德家、民族英雄，他们还是罪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道在人间，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罪，几岁死掉的？33岁半。那释迦牟尼几岁？80几岁。老子几岁？也是80几岁。孔子几岁死的？72岁。苏格拉底几岁死的？69岁。穆罕默德63岁半。他们都不是为世人罪而死的，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33年半，成了，让我们这些罪人得着主的恩典，得着主的怜悯。第三，灯照哪里最亮呢？灯要照在最黑暗的深处最亮。你的灯台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最需要的地方。马太福音第5章14节、16节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哪里？灯台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什么？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盲福会生命光艺术团做的工作是在海峡两岸传福音给盲人。台湾的盲人只有6万个，大陆的盲人有1700个。谁来告诉他们耶稣爱你？谁来告诉他们耶稣的死是为了你？13年前我离开了台湾伊甸，很好的工作。神的呼召告诉我说，你要去大陆传福音给这些盲人。弟兄姐妹们，13年下来，感谢神的恩典，大陆那边已经有9个盲人团契，我们也有神学班，跟华神合作，也跟西南神学院合作，案例了中国15个盲人传道。我们也有大陆的生命光艺术团，也有台湾的生命光艺术团。我们巴不得每一个盲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虽然我到大陆传福音，或是在台湾传福音，他们常常问我2句话。他说：“林牧师，耶稣爱我，为什么让我眼睛看不见呢？”不止我一个人，可能呢，他的一家人有3个兄弟姐妹都看不见，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巴蒂马一样能够医治啊？怎么没有办法像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人得到医治啊？怎么不能够像瘫痪38年，或是血漏的妇人12年得到医治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求了20几年，还是一样看不见。如同保罗说：“主啊，如果可以，你把这个刺拿走好不好？太痛苦了，看不见实在太痛苦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上帝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夸我的软弱，我越软弱的当中，好叫基督的能力 powerful 来复庇我。”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看到、你听到我们这些盲人，如果不是信仰的缘故，是不可能的。所以灯要照在哪里？要照在最黑暗的深处。灯台放在哪里？放在最需要的地方。马太福音25章35节到40节那边有一个对话。耶稣对门徒说：“谢谢你们，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流浪街头，你们留我住；我生病了，你们来探望我；我被关在监狱里面，你们来探访我。”门徒问耶稣说：“When did we see？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渴了给你喝啊，
赤身露体给你穿啊，流浪街头留你住啊，生病了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探望你啊。25章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这些事你们若做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感谢神。与其诅咒黑夜，不如点亮光明。弟兄姐妹们，我们这群盲人都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使用我这个在人看来是不起眼的生命，但是在你的手中，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知道我们短暂的人生，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是要向两岸的盲人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们，你短暂的人生的意向、呼召、使命是什么呢？求主来引导我们，在他的里面再一次的刚强壮胆，能够为别人的需要负上自己的责任，迎着我们基督徒的光，能够让还活在无形黑暗中的人找到回家的路。马丁路德金恩说，仇恨不能够化解仇恨，唯有爱才能够化解仇恨。黑暗不能够驱散黑暗，唯有光才能够驱散黑暗。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你的生命的光亮起来，不要暗淡无光。让我们生命的光怎么样？万丈光芒，不只是自己活得亮起来，别人也因着你，他的生命也亮起来。好，最后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的确，2021、2020是一个不安的年代。多少人因为这个疫情死了，倾家荡产了，但是我们还存留到现在，要感谢神，尤其是台湾，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去过美国好几次，我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因为这个疫情走了，有的牧师也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站在这里，上帝还存留我们，是不是继续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尤其是有关灵魂的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会唱一起来唱啊！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的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以明天我转云啊。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来，大声来唱来，许多是我领导，许多事难以明了。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来唱第二节。我不知明日，必随我时刻看顾，我全程。哈利路亚！是的，主。主
们谢谢德昌牧师为我们带来让灯点亮的信息。我们也非常感谢德昌牧师及惠美姐妹、佩珍姐妹、方晨姐妹及同工们，用心为我们带来一场丰盛的正道及爱的音乐分享。在这个享受的时刻，让我心中不断的涌起感谢主的恩典及爱，他时时的看顾着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把灯点亮起来，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福音甜美的福分。感谢主，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在马太福音6章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马太福音6章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马太福音6章22节。让我们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们用主发光，在心灵粮诗选328首，回应主对我们的恩典与爱。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如此的丰盛，如此的甜美，感谢你。现在我们愿意以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也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也让我们的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赐福，也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及祈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请坐。在大家的周报上面有一个生命光艺术团的一个奉献袋，请大家兄弟姐妹们发挥你们的爱。对不起，是静纯吗？静纯姐妹吗？哦，你好，欢迎你，希望你常常来。OK。还有王继颂弟兄吗？弟兄，王继，欢迎你。OK。好，希望你常常来。那我们来一起彼此问安。我们先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先唱一次在座位上，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教会肢体消息，教会事工及报告及肢体消息。今天为登山变相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教会依照卫福部2级防疫的标准呢，主堂将在3月份开始呢就解除了聚会人数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要请会众呢依循教会的防疫规定呢，严格的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营造一个良好的崇拜环境。诗班念诗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戴口罩及服饰。本周日的国语堂呢，我们非常感谢生命光艺术团的林德昌牧师及团队们的分享，我们再度大家鼓掌呢，感谢他们。非常美，感谢你们。周一呢，2月28号呢，明天呢是国定假日，所以教会的办公室它会放假1天，周二正常上班。也请弟兄姐妹们，连假的初日，也请为弟兄姐妹们连假初日的平安来祷告。我们感谢呢，上帝让卫理公会总会呢，在2月18号呢召开的联谊会呢，选出新任的会督。新任的会督是黄宽裕牧师，还有牧职会长辛俊杰牧师及会友会长赵慧敏姐妹。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总会有合适的人来服侍教会，为此而来感恩祷告，也让卫理公会未来的方向能够明确清楚，有适合的带领来感恩祷告。下周主日呢，3月6号为3月份的圣餐主日，
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参加。在当天的会后11点半呢，在6楼活动室有小组长及同工的训练会，还有小组长的会议。下午1点半6楼的活动呢是有3月份的执事会议，也请相关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预留时间留步参加。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呢，在2月27号主日之后开课，有4个班级，欢迎弟兄姐妹们显课，并为成人主日学的课程进行了顺利来祷告。教会也将预备在3月16日开始周3的晚上呢，有卫斯理的传奇课程，为期的课程是2个月的时间，8堂课，每堂课有2个小时，从7点到9点。欢迎大家向牧师来报名，我们收书籍费用70块钱。到上周2月20号，我们6楼的设备奉献金额有49.6670元，我们感谢弟兄姐妹的奉献，也请为6楼的使用及安排关心来祷告。教会将在2022年今年的爱读经计划当中，从2月27到3月5号的研经的进度是约翰福音8章1节到约翰福音9章12节，也请为参加会友的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一连圣经速读当中有出埃及记、诗篇、使徒行传，内容请大家详阅我们的周报。牧师安排的2022年的3月7号到3月9号要去马祖探仙。目前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的有22人，由稍文弟兄担任领队，请大家也为我们探仙队的出入平安来祷告。卫理神学院呢卫理神学研究院呢新学期它有推出了一个课程，神学导论课程，也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的延伸神学教育来祷告。这是教课的老师是刘金燕牧师，目前他担任美和科大的科任的讲师。1月份的收支表，还有2月份执事会议的记录呢，我们都张贴在我们的公布栏呢，请大家前往去关心。目前呢，制服艺人学院的春季活动课程报名有176人，也请大家来为招生的活动顺利来祷告，并且也为寒假班的活动来进行祷告。肢体消息，我们为施打2、3剂的会友们在施打中的平安，施打之后呢，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目前呢，教会当中呢，林华、瑞玲的脚，林华还有瑞玲姐妹的脚的复原，还有雅文是吴燕的母亲，还有艾琳术后的恢复，还有有意的太太黄秋姐妹，还有黄瑞美的妈妈，还有陶云南的妈妈彩和姐妹，如英的妈妈丸子姐妹，国红的爸爸孙和弟兄，还有素华师母的母亲孙妈妈身体的疗养，还有世文的听力，周雄爸爸还有季博老师的身体检查，保守请大家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身体都能够胜过这个寒冬，保守他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感谢主，赞美主。这是肢体上面的消息。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要补充报告的？这边有一个补充哈，我们这个生命光艺术团他们在等一下主日后他们会有一个堂委的摆放，那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些的支持，那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选购这些的CD 或者是他们的产品，然后也成为对他们的一些支持跟帮助。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是我们3月7号到9号要到马祖去探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行程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走出去的教会，可以关心社区的教会。那特别今天我们是登山变相主日，今天的主题都没有去蕊过，没有特别去预设，但是今天的主题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登山变相主日是一个相当 match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
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光在我们当中显出来啊！特别刚刚很感动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盲人艺术团，他们的不管是演奏的人，还有唱诗歌的人，还有我们的林牧师，都是盲人，但是他们却比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眼都更加的明亮。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神迹也显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光显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谢谢。会众请站立。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有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真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有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恩典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殿，也欢迎你到台前来，牧师会为你们祷告。